啊，当然有啊。我那时候很勇敢，所以大概多大的时候？就20多岁的时候吧。所以已经进入演艺圈了。嗯哼，所以是单相思某个帅哥很戏吧？不好说，不好说。我知道，我一定可以成为他一个人的超人。你感触应该比较多，你先讲。我吗？我觉得就很开心有拍这部电影了，就是因为在当时的状况跟心态啊什么的，拍这个是蛮适合的，就是当时的状态是可以演这种横冲直撞啊，然后不顾后果啊，然后就是什么都很冲动的去决定自己为了爱该做什么事情的。现在可能就演不来，但很开心，就是当时就演了这个电影，所以有留下当时的记录在这部电影里，这样。那会觉得很感慨吗？不会感慨，我觉得就是30岁有30岁的魅力，对，20岁有20岁的魅力，对。我觉得这部片有记录下来，我们当时都还蛮 pure， 蛮适合那个角色的状态，在那个时空。对，像他是差不多就是20到23嘛，然后我是感觉像20多，心态也是啦。我自己其实对也很多事情也都兢兢业业，会有那种挺较劲、较真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在戏里面也都有呈现到。那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啊，你觉得自己有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很多啊，真的很多啦。讲几个。最尊重吧，讲一个最基本，对啊。你说谁对谁？我对大家的尊重，因为我其实以前蛮狂妄，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其实对我算是蛮有爱，对，但我却当时都没有感受到，我只觉得大家都在攻击我，这样，所以我就对媒体很狂。反正跟现在的他不太一样。你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在哪里？变沉稳了，然后更有同理心了吧。其实他现场都蛮认真的，我觉得同理心可能是看到这部片子其实算蛮难产的嘛，到最后6年终于跟大家见面，那我觉得他也更能理解可能导演啊或武术组知道为这部戏付出的心力，然后到现在终于能够上映那一种心路历程，大家都跟他一样，其实都不好受嘛，然后也希望这部片能够被大家看见。对，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去理解了那个过程吧。两个对单相思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单相思过？既傻又美。既傻又美。啊，当然有啊。我那时候很勇敢，所以大概多大的时候？就20多岁的时候吧。所以已经进入演艺圈了。所以是单相思某个帅哥很戏。某个人啊。对。这是演艺圈的人。单相思不讲出来没关系吧？不好说，不好说。所以那时候你有付出行动啊之类的。有啊，我觉得还蛮勇敢的。国高中时期啦，对，有就是单恋，所以长大都没有单恋过。长大就比较少，就转为被动型。都是人家追你。也不是追吧，应该就是我比较少会去喜欢一个女人，然后一直喜欢这样，就觉得我可能就是喜欢，但然后没什么，因为我是被动，所以如果对方也感觉不到，然后也没有太多回应，那就可能就没有了这样。